同大家介绍一个黑毛历年的画家讲龙凤，伊个讲用色，色如果样，画嘅方式也个狂风哦。伊个好画动物同人物，此些路好画图。唔过伊出图嘅大学，能有机会教授正统嘅美术教育。唔过呢，也个台湾嘅教育方式唔系个开放，一路一次个上去欧洲，里面许多比利时、国立、公派、高等四国艺术学院进修。佢当时嘅高中呢，都系二次大战过后发展起来嘅欧洲重要画派、庞鬼沙画派其中一代创始人。伊本呢也个讲龙凤非常多嘅启示。论白唔敢画嘅，就敢画嘅；唔敢讲嘅，也敢讲嘅。只有开放、强调经营风格的一个学风，本讲龙凤深度嘅经营嘅设计。法式都系法做，当威风嘅解雇就是东江嘅毛，劳动用头嘅气势。公鸡因为它颜色很鲜艳。然后呢，公鸡给他感觉是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，哈，所以呢，特别喜欢公鸡那种独特的一个风格。当好同副嘅恐龙凤、介钓、马俩钓都系佢画嘅题材，含从头为用动物来比喻人嘅情景。因为兔一个很单纯、很返璞归真嘛，不像有人的话，有时候比较虚伪啦，比较那个哈，动物是一个很直接的，给我感觉是这么样，哈，所以说我就常常用个动物来。代表给人个心里的感觉。那这张演出名内敛，咪系恐龙凤画作地图嘅经典，尤其系强为模体嘅泰雅面孔嘅测试文化。恐龙凤希望加人机嘅画笔，用那这种方式呈现出来。不管他的打扮啦，各方面，就一贴色。不管他脸孔也是一样，用我的笔法啦，用色彩，用比较现代的方法，而。不要说表现的原住民有时候可能他软弱、他弱势，而是我给他我所画的原住民是感觉上是比较正面的、有喜气的、有生命力的、好有感情的。用在东江斗彩斗字、台当画法，此入魔术汉字，平面嘅画都从因为天通用，动身法嘅呈现出来。那用色彩管hand对比。好，黑白强弱来呈现一个不同的空间感，所以那个画看起来懂花绿绿，但是实际看起来那个深度很长。啊，因为画过较细种啊，但是细种我画唔出，因为画就冲出去了，所以我就画较太壮哈，个气势较强。初识校画图，不过一直到大学才有机会接受正统美术教育，是系推翻嘅教学方式限制强度，回到当到创作嘅催情都冇睇嚟。比如说，我们画静物啊，传统啊，这个把个瓶瓶罐罐水果拿出来，他搞可能画。模特的话也是一样啊，找一个模特，不坐着、躺着、卧着，本他搞的冲汉人画，都是画眼睛所看得到的东西。所以当沙画出来嘅都强弱，还那本单出下好让出牌嘅公龙凤，伫安用嘅传统教育当中，并冇受到强大嘅鼓励。毕业过后，佢教嚟住报告书，就结接老条路子睇，一直当上好西装艺术嘅公龙凤，佢天气比利时国地公培高等时光艺术学院图书。咁個跳下嘛，除了音樂、寫法方式嘅唔是認真外，此招開放咗從事概念風格嘅教育，電動科技受到動態嘅衝擊。他某東西不能看，而讓內在情感對一個東西的重新的詮釋，而且要做出自己個人獨特風格。唔好講畫出來圖啊，然後從張大千像畢卡索，就冇用，一看冇搶秒咗也係蠻有作品。所以公龍鳳從頭學起，係那改良式嘅高中都好係歐洲胖鬼沙發派嘅從事因自己，基本公龍鳳當到嘅其實老主頭，所以公龍鳳天天嘅探索，深度專業嘅設計。原正畫派這本書在1948年左右到1951年左右成立的歐洲的重要畫派，他們就是很注重到返璞歸真，要有個人性，正好愛東西從家鄉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鼓勵，而且我唔敢畫嘅，我就較敢地畫出來。讓女才情感台單表現出來，想到奶出發到奶，呈現最真實嘅一面。我的畫是屬於比較感性方面的東西，較直接，好，所以我講我喜歡
跟原始艺术各方面一样，他们直接把情感投射出来，没有太多的修饰，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品很原生生的一个生命。面红土蓝色，猩红榕树入边，吊毛俩头来打扮自家，当如自然风景概念出面普罗地图，如公路风成为情感延续嘅生命力。巴布亚新几内亚啊，那个新几内亚那边有那种比较落后的啊，过着原始生活的那种土著啊，或是南美洲那种印加民族，各种很这个像亚马逊那种等等哈，很多不同鸟、不同的讲啊，较感到兴趣。所以像譬如说去个西藏也是一样啊，哈，一个很这个宗教气氛很浓厚的地方。对 Q 艺术嘅精神美境界，未見 Q 性 Q 變，本單法同步合到，而嚟決定市場，本大自然將嘅風景寫到，所以未可以使法散嘅內列，係那兩部高大嘅台灣用散，還係當做嘅感應嘅強烈風景。咁重點嘅部分較廣咧，都比如有點白天熱天樣啊，亮片較暗咧。有點感覺像是晚上、夜晚或是冬天的感覺，所以說有點我們中國的陰陽關係啊，讓整個畫面它有張力啊。按多年來嘅很難挑戰互相內地，老日本法度動作傳統嘅互相法，就完全冇用容嘅呈現方式。大部分我們所看到都是跟畫底波哈，中國畫底波畫得比較清清淡淡，像用風格，較強烈的色彩筆法。來呈現自家嘅繪畫語言。公路風嘅無限制，未來創造對平面染性到立體嘅圖老灰，強調用動物、人人物做主體，唔規則、唔偏廢嘅線條，作品很難出變化，人未從係入到通化世界強調。實圖的話，就是說第一個，我造型我自己來做的。好，然後呢，顏色也是我自己喜歡的，所以說進到什麼形跟色都是我自己主觀的作品。它顏色很漂亮，然後呢造型很可愛，有點返璞歸有童趣之氣啊。快拍嘅造型當等一下，三件副業作品老兩不改公改法，還是數件本中華天線發行天發卡，發行量如日本萬眾安度，可能當年都還有真相。公路風嘅強烈風景，因看到出為記得，除長期講解，除說唔搶名，未必發嘅因係馬沙。唐自家心關挑度嘅上，公路風如此璀璨貼嘅色彩，發出嚟共鳴嘅藝術創作之路。